的台语，应该不会叫。大冰，大冰，大冰茶，大冰茶，大龟苓啊。不会。大杯奶茶，甜茶。台湾的早餐店，互人讲是长月奇迹。经济部统计，咱巷仔头、巷仔尾看到的早餐店，巴肚已经用要参便利商店同款咯。虽然真方便，毋过互人淡薄烦恼的是，咱台湾的早餐店卖食物百种，无论大家想要食西洋式，也是台式的，拢总有。今仔日想要点啥呢？来甲大家分享，小编美好每一天，拢是对早顿配一杯大冰奶开始的。今仔日小编到伫阮兜附近的早顿店，来甲大家问看卖大冰奶台语要怎讲？大冰奶，大冰冷，大冰茶，大冰茶，大龟苓啊。大冰，大冰，大杯红茶牛奶。那你还记得吗？忘记了。所以客人来用台语甲你点大冰奶伊拢安怎讲？我拢讲奶茶，啊无就奶茶是台语讲伊的奶茶。啊，日本人milk tea，我拢讲milk tea。大冰奶是卢林茶吗？还是大杯的卢林茶？大冰奶的台语，猜一下，试试。应该不会叫零茶吧？西方真侪人群生笑讲，早餐店的大冰奶是世界上上强的下药啊，又原是卖甲下叫，可见真正是有伊的特色甲魅力。不过个小编真够胆，毋捌因为啉大冰奶遭过变数，毋知影恁大家又阁是安怎咧？是讲小编访问真侪人，有人甲奶茶读做零茶，有人讲是零茶，嘛有人讲是泥茶，到底倒一种才对咧？泥冷这是叫做腔口差啦吼，因为咱台湾有足侪讲法吼，是看你伫什么所在的人，啊，所以这个冷泥呢，拢是台湾人有咧讲的。啊，当然咱即马较通行的可能是冷啦吼，所以咱是照通行腔来讲下来，当然你也莫讲大杯冰泥茶，原来是会使，迄是无共款的腔口。啊，有人讲红茶牛奶开始。红茶牛奶听起来是两项物件，就是红茶甲牛奶，啊，你甲它套做伙，咱就会叫做零茶，咱就袂甲它叫做红茶牛奶。所以讲，无论是零茶、零茶，也是泥茶，拢无毋对，只是无共的所在有无共的念法尔。除了大冰奶，大家应该卖好奇讲，台湾的早餐店内底，阁有真侪款西洋式的餐点，阁无法度用台语来叫。小姐，甲讲一个，你今日早餐食啥物？我食炒泡面，啊，大杯奶茶，甜茶。三明治的台语是什么？三明治有台语吗？胖，然后咖啡，嫩。鸡肉的台语。给吧。那如果是鸡块的话？鸡肉的台语读做鸡肉，大部分的人可能拢会晓念。不过，若讲到小编上爱的鸡块类，菜要怎么讲？鸡块，鸡块，龟苓膏。没有。啊，我不知道。鸡块，鸡块的台语怎么讲？不会。我想一下，我阿嬷会问我要不要吃麦当劳 A， 给阿嬷会瞬间转国语。给虾米？这个块真有一点难，你可以换一题。鸡块，他们鸡肉，鸡贵，这两茶嘛，鸡茶啊，对啊。
老者愈沙脆鸡块，要用第二念，大家煞拢喙齿拍夹起。这种对西洋传入来的点心，到底安怎念才妥当？咱紧来甲专家请教。鸡块吼就是鸡肉啊，一块一块啦吼，所以咱家叫做鸡肉地。因为若讲鸡地，爱讲啊鸡地是啥物？啊，毋知讲迄甲鸡肉有啥物关系，所以叫做鸡肉地。那鸡肉钱就是可能是钱的鸡肉，啊，但是不一定是一块一块，伊可能是较大块规片的，也是讲即个有含骨头的。啊，过咱若鸡肉地是干那有鸡肉无骨头，哦，所以咱一般是讲鸡肉地较正确啦。鸡块嘛有人甲讲做鸡肉糋，糋就是油炸意思。甲鸡肉放落鼎内底油炸，就是鸡肉糋。毋过鸡肉糋嘛有可能是煎鸡腿、煎鸡排，所以鸡块大家会当讲鸡肉地较准确。台湾早餐店内底料理，若甲算一个，种类实在有够多，台湾人真幸福。学过鸡块台语安怎讲？明仔载去早餐店，都爱会记得甲头家点一份鸡肉地哦。